真侪人伫咧问讲，若准是休风台假居家上班的人，敢会当休咧？劳动部表示讲，若准是劳资双方已经约定讲伫咧店厝上班，安尼就袂当停班来放风台假。樱花风台的结果继续伫咧增强，向台湾挖紧。气象局预估，上近拜三就会发布海上警报，无排除直接扫入来台湾。不过，疫情3级警戒还未解除，准若休风台假踮厝上班的民众，今也适用唔免上班，这也引起讨论。但是如果居家上班，你就不用通勤了嘛？那不用通勤，你也不用。就没有一定要放啊。那看公司的需求吧。那如果它是台风假的话，那就可能是看是那种加班费那种东西，就是应该要给。民众的看法是拢无共款，不过劳动部表示，准若劳资双方已经约定好势，踮厝上班，劳工袂因为风台无法度出勤，就算地方政府宣布停班，劳工就袂当用风台天停班做理由拒绝上班，若无雇主会当机控制。这唔是讲叫做放假的概念，这是讲因为安全性的问题。伫厝边上班，基本上咱就无需要出去上班啦。今仔拄着风台来，讲实在无解着啦。基本上也是爱照常来上班。因若即阵中央扩大开放65岁以上的人注意放射，有民众烦恼请疫苗注射假可能会影响到退休金。劳动部是表示，请假的这段期间，工资甲天数拢会先扣除，未参总工资的天数落去平均，请民众放心。记者阿敏金林玉凯台北报道。